绝地无烦恼，行为端正人学老，欢喜斗阵上介好。你今摆在收听的是厝边隔壁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厝边隔壁大家好，中好三听有劲路，你好我好大家好，幸福美满好结果。厝边隔壁大家好，冬天雪地无烦恼，因为端正人学老，欢喜斗阵上介好。厝边隔壁大家好，中好三听有劲乐，你好我好大家好，幸福美满好结果。厝边隔壁大家好，由在人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提供，欢迎收听。各位厝边隔壁大家好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恁的好朋友喜团，真欢喜今日来到台中，咱要来采访施盈泽兄弟，好，伊是咱新学院新学生，1年级的新学生，咱请盈泽向听众朋友来请安问好。你好，大家平安，大家好。感谢主，我今日喜团真欢喜会当采访盈泽。请问盈泽，你家族是安怎来信主的？感谢神。小弟算是第3代的信者。这个福音是为阿公来得到神的这个恩典。这见证就要为太祖开始讲。为太祖开始讲。阿公的阿公。阿公的阿公。对。因为太祖伊对牛较有研究。伊知影讲这只牛的脾气如何。伊会帮这个做事人来挑选这个牛只。挑选脾气较好的，我都较骨力的这个牛，互做事人来做事。所以太祖一看就知影，这只牛脾气好无？听讲是安尼。安尼真做厉害的。可能无简单。对，有这款的学问真正是无简单的。咱看拢差不多啊吼。是。伊做到看牛和阿公来信主有啥物关系？阿公就是伊爱帮伊阿公来看牛。伊嘛，迄个时代可能台湾的即个饲牛较大的迄个牛墟，就是家己甲即个可能婚林的即个北港即个所在。我迄马住伫鹿港。你是住伫鹿港，是，所以你是鹿港人。嘿，鹿港人。所以阿公就爱去婚林去家己爱来看牛。算去遐买牛啦。嘿，去遐买牛。甲牛牵单来安尼。迄马当然。交通无方便嘛，拢爱用行路。迄当阵交通较无方便，拢是爱用行路的。是，讲行路就安尼，路途遥远，过溪辽溪过来。迄马一定要经过一个所在叫做台湾沟，就是即马74号迄个园林大排水沟遐。遐个所在有一大片的竹林。人咧风声讲迄个所在有。歹物啊，有魔神啊，魔鬼伫迄个所在去做龙。是，阿公当然有听到。有听到。伊听到即种鬼的故事，伊心内就会惊。加上路途遥远，身体啊、心灵拢较软正。是，因为行较远的路会足忝。对，结果当安尼落了魔鬼的即个网络。伊就是一个转来的时阵，全精神就无好，魔鬼就做工。所以魔鬼就进入伊的身躯内面。伊的脾气就变啊足暴躁的。就较早无共款。毋嘛讲无都做工课以外，伊的脾气暴躁以外，伊个共拍。还会共拍。安尼厝内面人都足辛苦的。对。是。因为阿公伊算伊体格袂歹啦。体格个汉草个真好安尼吼。小弟的阿兄伊有讲，阿公70外岁时阵，伊个有腹肌啦。所以表示讲，安尼伊少年，因为迄马即个见证发生是差不多20通岁的时阵。所以伊20通岁时阵，就甲魔鬼就甲做工啊。对。爱到70几岁，个有即个腹肌。安尼表示伊当幼的时阵，迄绝对是更较勇的。对，所以迄摆人对人拢会惊嘛。对着即种算精神无好的人，还是讲暴躁的人，佫会共攻击。
是啊，大家会惊。咱伫庄脚讲哦，拄着小诶哦，咱就爱紧闭起来。对，啊，这小个佫共拍。是。啊嘛真奇妙，小弟超10多年前去东部做兵的时阵，有拄着一位老兄弟。讲者，才知影讲哇，伊捌小弟阿公。这奇妙。对，啊，伊就咧讲啊，伊有印象，讲有一个算哥哥啦，吼，计伊嘛差不多5、6岁以上尔。伊就讲迄个人精神无好，伊知影阮阿公的名叫做玉明，伊讲即个人精神无好，啊去用迄铁链啊练掉的，对。所以当阵等来了，厝内面的人无法度，因为脾气无好，以外佫会共拍，对，所以只有用铁链甲连起来安尼。爱讲起来是安尼家庭是足辛苦的吼。啊，所以阿公的妈妈就是查某祖，伊妈拢是咧拜拜嘛，我就阮大伯就讲啊，伊有印象讲啊，厝内伊妈就是大细悬悬价价五常拢菜满厝间，对。啊，当然。无帮助啊，颠倒状况愈来愈无好。无帮助，颠倒愈来愈惨安尼。后来咧？后来就是有咱教会的信者甲咱介绍这位耶稣。感谢主。所以规个家族都安尼来相信。是。迄当阵阿公就好啊嘛，渐渐好。渐渐好吼。小弟嘛有这个机会啦，拄好有人讲啊，你帮我看这个老兄弟，伊是安怎来信主的？我就听这个录音带，嘛是咱厝边隔壁大家好，我袂记可能是143集啊，134集，这是陈兴道长老咧见证。伊细汉伊嘛是鹿港出身的，是陈兴道长老伊嘛是鹿港出身的。是啊，伊咧见证讲伊细汉的时阵，伊知影讲阿公这个状况，伊咧讲迄马有一个女执事叫做布安娜。布安娜，好，傅雅娜女执事，女执事是，伊妈已经70多岁啊，70多岁，是一个算是一个阿嬷的执事，是，伊人细粒子，但是长老就咧见证讲啊，真互伊真有勇气，伊就来到这个阿公的面头前，伊就洪水啊所性命，将这个铁链啊摕掉，把铁链啊摕掉，所以咱想讲啊，原本真歹的人，啊，甲伊铁链啊摕掉，啊，就可能爱紧选咯，紧来走咯嘛。是啊。结果感谢神哦，想袂到阿公无铁链啊，伊嘛是乖，是安尼。过来伊得到平安了后，伊就认真追求这个信仰，追求这个道理。所以就是因为有人将这个福音传互恁，将这个布安娜执事，女执事去甲阿公的铁链啊偷开，然后阿公就愈来愈好，恢复正常了，伊就真认真来追求信仰。是。所以感谢神小弟的这家伙，才成做鹿港街仔内第一个蒙福归真的家庭。安尼讲也是神特别的这个竞选甲恩典。是阿公过来嘛无简单的。阿公过来嘛做负责人超过20档。安尼嘛是。感谢教会服侍真久的时间感谢神小弟才有这个福气，让伫真耶稣教会内底出世大汉。这真也是真大的这恩典甲福气。说来去，谁会想要来报考神学院呢？小弟就是爸母，嘛是拢真有信心啦。小弟也未满个时阵，就受洗，规日祈祷，规日耶稣的名下。自细汉就看到讲，这个教会的传道人，嘛看到真侪兄弟姊妹都为着教会代志安尼尽心尽力，就感觉讲哇，会宣布这个成功。是。所以想讲那会当真做传道，这是真好的这个服侍，真美好的这个人生。是。所以有捌一遍是这个圣餐礼，小弟看到这个传道，伊是台下顶咧无用擘饼的时阵，是。咱传道人擘饼的时阵，因为信者咧唱赞美诗，唱一首诗歌唱煞了后一首要唱啥物，都要等候传道的这个指示嘛。小弟就看到讲，传道无用擘饼。爱倒这个葡萄汁，伊搁爱看这个唱到第几节，我是毋是爱报后一首要唱到一首？是。小弟讲安尼，迄马我就想传道的报的这个诗歌，我就甲伊记掉的。我就想讲，安尼后盖我若做传道，我才知影讲要唱倒几条。就是遮尔单纯的这个想法啦。所以迎着主细汉的这个心，嘛
去为家己来备班，来做好准备。好，啊嘛，因用讲是全部迄个圣工看到传道者安尼为主来做工的迄个美好的画面吼，是，所以就激起你想要来效法的这个榜样安尼吼，是。啊，然后过来，你伫信用头顶有啥物特别的这个体会吗？小弟是得圣灵啊，嘛有真有体验。哦，得圣灵吼，这对咱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来讲，得到应许的圣灵，这拢是真大的一个体验。啊，你当阵是啥物时阵得到圣灵的呢？小弟是一国中2年级哦，算国二升国二的这个国中1年要升2年的时阵，是下圣灵的会。伊嘛就是西台中教会来举办。哦，因为咱中区的一中，啊，拢伫西台中教会来举开。因为已经是国中的这个年纪啊。是。无圣灵的人愈来愈少，这个同学啦，边仔年会咱愈来愈少。因为咱若自细汉伫教会长大，咱拢为少年班就开始参加。对。大人嘛讲你爱趁少年的时阵求圣灵，因为人愈来愈侪岁迄心思会愈来愈复杂，是，愈来愈无简单，所以迄马小弟心内就有压力，就讲我一定要好好求圣灵。是，所以小弟就把握这个下圣灵会的机会，真认真的求圣灵。但是第1天、第2天、第3天过了，拢无，愈来愈紧张，嘛有时间一天过去，是难免的1、2天尔。对。伫迄个时阵啊，传道伫台顶就勉励讲，咱毋是干那伫祈祷的时阵认真尔，咱嘛爱想，咱嘛爱悔改，讲咱是平常时咱的所作所为、所讲的话，咱是毋是合乎神的意思？嘛爱来做悔改，嘛爱来做调整，安尼神才会垂听咱的祈祷。是，小弟就将这项代志记在心内。本来起码高中的时阵上热的时阵，所以上晚跑的时阵是辅导员后骹离开吼，这个阮困的寝室吼，就安尼衫啦、枕头啦，啥物拢等来等去，咧佚佗安尼啦，所以无乖啦。但是小弟听到传道安尼向阮来教导了后，本来要个同学要来垫枕头，打枕头战，打枕头战。这同学要垫枕头来的时阵，看我无反应，就讲是问题你无要算吗？我迄马嘛是就单纯嘛，凭着信心来讲，无，我不爱算，因为我要求圣灵，我还较乖。感谢神，就是迄届小弟就得到宝贵的圣灵。迄届是第几天得到？应该是第4天。第4天，可能搁过1、2天就要回去厝了，就结束了。所以倒数几天啊啦，感谢主所以你得到圣灵了有啥物特别的这个体会无？得到圣灵就是伊除了喜乐，真正会欢喜，心内作喜乐，心内喜乐，过来就真正讲，真诶呢，这个传道伊毋是黑白讲的，传道伊当然是照着圣经讲的，对，感觉讲，这个圣经真正伊讲的拢是真诶，并且咱若照着圣经、照着神的话安尼行，神就真正照着伊的应许，赐咱宝贵的圣灵。是，这就是小弟得到圣灵的一个真好的一个体验。说来去，你伫求学当中拢个过程是安怎呢？这嘛感谢神啊！小弟算自细汉当时教会内底大汉，神嘛，互小弟真侪稳定。自为要考私立的国中、考高中、大学到研究所。虽然讲毋是人，这个社会上人讲一棒也是讲上好的，但是却拢是小弟心内第一志愿。你较客气无，这是真正，因为小弟感觉，我家己的才调偌济我就求偌济啦。当然这嘛是有向神来祈祷。真正就感谢神，神真正小弟要考什么学校，神拢互小弟真正调迄个学校。爱讲起来你这么简单。对，毕业了后要做兵，要找头路。到这个婚姻内底，这拢真正神拢互我上好的，真正拢互小弟上好、上适合我的。是，所以神的恩典一路安尼甲你带领，对，嘛，互你安尼真顺利无论是伫求学的过程，还是伫做兵的过程，还是伫婚姻的过程，神拢安尼一路带领但是你嘛会感受到神美好的这个恩典对，因为神除了相似阮哋因家以外。神所爱伊嘛，的确会管教，所以小弟嘛有真侪体验讲，
伊自细汉到大汉吼，看到别人、看到同学安尼做歹代志拢无代志，拢无代志。嘿，但是若轮到小弟吼，我若加入吼，结果就去互老师发现，就是讲，这边啊一项代志吼，出社会嘛是共款，别人做拢感觉无代志，嘿，拢无代志明明知影是无好诶，但是有当时伫社会上，你有当时就是爱小可爱甲人共款嘛，无讲足光明磊落，嘛毋是讲啥物大歹代志，但是小弟若参悟了吼，就会感觉讲心肝怪怪，讲无啥平安，就做代志嘛无顺，所以互小弟一个足深的体会，就是讲咱即位神是圣洁的神，即位神是爱咱的，所以伊嘛爱咱诚做圣洁，伊要小弟远离一切恶事，所以原本小弟的个性是会当讲会得过就好啊，还是讲但是有当时就想讲这也无啥物，就难参做，结果安尼有一寡经验了后，感觉讲谨慎，定定爱思想讲这项代志是毋是咱天顶的天父伊所介意的，伊所喜悦的，若毋是的话，咱宁可莫做。这是小弟的体验。嘛是神你甲咱用讲是神你甲咱陪伴，神互咱明白到啥物是圣洁，啥物是无圣洁，嘛互咱更加了解神的特色，因为伊是圣洁的，伊嘛希望咱会当圣洁。是因为伊爱咱，伊要甲咱管教，要甲咱调整。是。爸爸妈妈伫你的身上有真大影响嘛？是，自虽然。真正小弟有印象以来，爸爸妈妈一直拢是教会咧无用，所以看到讲爸爸妈妈除了伊个人的工课以外，毋是厝内就是一教会，大部分的时间拢是像休困时间，拢是拜六就免讲嘛，拜六大家拢是教会来服侍。我来礼拜尤其就讲教会是大教会，有活动、访问团分享嘛较侪，我就讲有当时会感觉讲，哇，爸爸妈妈真辛苦呢，安尼。真正拢无时间休困啦，莫讲做家己想要做的代志，干那休困就爱拿咧挤牙膏安尼爱扣时间来休困，对，所以迄马小弟就想讲，哇当然会宣布成功，但是若要遐忝吼，小弟嘛无即个勇气，心中嘛捌安尼想啦吼，安尼其实嘛是爱求神的。怜悯啦小弟嘛捌想讲后届我嘛要做这事，因为做负责人3年6冬有落任的一天嘛，但是做这事是终身的，终身的但是是嘛甲小弟改变虽然是安尼想，但是小弟如果看到讲爸爸妈妈伊是服侍上，伊毋捌咧怨叹，因拢毋捌怨叹，毋捌。真正做甲爸爸有当时转来洗者身躯，妈妈转来休者就摕碰椅就安尼，真正就足忝的。但是我看到因安尼拢是一属灵内底拢是充满喜乐。所以小弟就改变了原本即个对服侍即个态度，因就诚做小弟学习的即个榜样。嘛佫坚持即个献身的这个心志是，因为爸爸妈妈这个好的这个榜样，所以互你会当来宣布圣工。是，虽然肉体头顶讲起来，我呢会比别人佫较辛劳，也较忝，但是咱会感觉这属灵头顶的这个喜乐，或是断袂走，是佫较多，是佫较多，是所以嘛，互你有这个献身的这个心志。是你安怎决定讲要来接受神的这个呼召？其实是5年前5年前，所以是2020年的时阵。迄个时阵，小弟就要来报考神学院。但是大概向太太牵手来讲这项代志伊都目屎飞袂啦，留袂了啦。因为毋甘嘛。是，因为这个生活是完全无共款的生活。对，伊嘛讲，伊讲伊有愿意但是都会流目屎啦，嘛毋知要安怎啦。小弟嘛定定咧自我反省，是，在想讲敢真正神要小弟行这条路嘛？因为这是咱一世人的服侍，对，并且咱已经进入婚姻，毋是干咱一个人的服侍。另外一半虽然无来读神学院，其实是含咱做伙要服侍。是，
吼啊，所以嘛是爱伊同意啊。对，并且这是无法度回头的一条路。嘿，无度回头。对，是。我就想讲啊，神真正有好调嘛，啊，我讲我度，我敢配得做这项工课。啊，所以啊，嘛想讲啊，家己连信者拢做袂好啊。那要做啥物团队？你可以去啊！无，因为真正咱咧看圣经，就亲像咧照镜共款。你会看到讲啊，家己根本都不配啦。啊，所以迄当小弟就渐渐就将这项代志搁坑落来。所以这是5当前的代志。对。好。啊，但是过来规当吼，4、5年的时间啊，神的感动悠远，或是小弟的心内不断，互小弟提醒。虽然讲有袂少的团队甲同龄兄弟姊妹嘛鼓励小弟会当献身，当然对人来肯定哦，小弟是感谢伊的肯定，但是小弟感觉讲，这条路是无简单的哦。小弟感觉讲，爱有神哦明确的这个调兵哦，小弟若无小弟毋敢安尼锻炼来行这项代志，是了真明确是神选调我来。对。好，先选调我的命令，我较来。简单讲，若是别人来甲咱鼓励，伊无法度负责。但是今仔日若是神甲小弟呼调，小弟相信神伊会负责所有的代志。感谢主，所以小弟就继续将这样代志放伫这个祈祷当中。是，所以小弟就起码5年前都无行动，但是小弟有私底下向神来求印证。啊，你求什么印证？小弟就求讲，若是因为像团队讲的嘛，啊，夫妻是爱一体，毋是我献身，牵手无献身就袂使，我做伙行这条舒服的路。所以小弟就向神求一印证，讲爱互小弟的太太或者是妈妈，这2个小弟生命中上重要的女人。想到无爸爸，妈妈，唔知嘛感动就是讲，你当初的感动就是妈妈甲太太，妈妈甲太太，因2个人只要有一个人甲你提，对，安尼就是神的这个正气，主动向小弟提，因为小弟敢若向太太讲过这个心志呢，妈妈无讲过。从来毋捌提过，对，我就将这个印证放伫祈祷当中，等候神的这个意思。是，过来就过了4当外，过了4当外，就是去年的10月10号，国庆日一天。国庆日一天，是。小弟看守就主动向小弟来提起讲，你是毋是明年就要去考试？那遐奇妙。伊主动安尼甲你提醒伊主动安尼讲，小弟嘛带一个啦，伊的意思讲啊，你毋通失去这个机会，你若有这个心志，就要把握这个机会。感谢主，若要献身，就要趁少年。所以太太嘛有这个心志咧，是，伊知影你来献身了，伊会比较较辛苦，但是伊嘛愿意咧。是，迄个时阵小弟就想着讲，原来是10年前2015年的时阵，阮迄马翁阿某才交往尔。迄马敢若才熟悉，也未交往。才初3，初熟悉，尔。迄马小弟就感觉讲，我若有即个心志，我就爱甲我可能的另外一半安尼讲。先讲，意思是讲，你若无即个心志可能咱就无适合行做伙。感谢主，安尼表示你嘛是一个负责任的一个兄弟啊。应该，因为咱有即个心志，咱先甲对方讲啊。愿意，咱较继续行落去，无愿意，先莫放感情。对，咱就先甲遮就好啊。是，嘛要有理性的部分啦。所以你当时就甲恁太太讲啊。对。话就讲头前讲，我有即个献身的拍算，我就看伊回答安怎。即个小弟的看守，伊就讲，该杀的物归互该杀，神的物归互神。所以迄当阵恁也未结婚嘛，都熟悉尔嘛，也未交往的。感谢主，所以当阵有讲神的面爱归互神。对。小弟嘛足感动的，我讲安尼即个姊妹信仰嘛袂歹，是，结果就转来到即个国庆日之间2024年的10月10号。你经过要交档的时间，对，要交档的时间，小弟向神求的即个印证来应验了。所以自迄天开始，阮翁阿某搁
特别为这项代志来特别祈祷，对，求神来带领，同心合意祈祷。是，本来是小弟家己祈祷，过来就是阿母做伙祈祷。当然，伊讲伊伫迄个时阵，伊嘛开始将这项代志放喺祈祷内底。是，但是这个时阵，阮做伙为着这项代志来祈祷。所以正正毋是伊无爱，只是应该是时候还未到，还未准备好。所以当五当前你甲提起来的时阵，伊就无度安尼吼，只剩目屎安尼都切袂离安尼吼。但是这当时伊已经准备好啊，吼马勇讲神，互咱的时间已经互咱备办好啊，吼已经成熟啦，互咱准备要行落去啊，吼刷来去咧，刷来去啊，嘛足奇妙。自迄天开始吼，小弟本来其实虽然讲要想要做团队这个心志，但是咱人就是活伫这个世间，小弟嘛。就当享受的，就爱佚佗的，就爱食好食的物件。这敢若咱每食拢爱。但是足奇妙，自迄天开始吼，小弟就感觉神和小弟的心无共。安尼。换一粒新的心。对。以前所看到的这个享受，到迄天了后，就感觉讲，这个世间无啥物好追求的啊，除了基督以外，无啥物好留恋，无啥物好追求的。真特别啦，是，但是虽然讲神和小弟无同款的心，并且和小弟应景，但是小弟嘛是真冷静。迄个时阵就亲像这个儿童诗歌讲，我的心有两个王，两个王真正是逐工咧征战。一边讲做团队伤辛苦啦，咱做圣工无一定爱做团队啊，无需要做这事啊，做这个嘛是做圣工啊，那有一定爱做团队。但是有另外一边嘛咧讲。既然有神的感动甲呼召，应当将这个机会好好把握，将上好的献予神。所以两边就安尼去征战真正足烦的呢。每一工，但是感谢主哦，这个两个王每一工一小弟的心来征战了后，最后小弟的决定拢是买。我要报考神啊！所以每一工最后拢是决定要报神啊！真正为透早开始就开始安尼，但是到暗时你就决定要报考神。对，最后的决定拢是买，我要行这条路。明仔载佫继续坐，到暗时嘛是安尼，后日佫爱继续坐，暗时对，决定嘛是安尼。是，安尼所以互你感觉足清楚的，是咱真正是安尼真用心思考了，要顺服神的这个旨意来行，对。这段期间，小弟嘛无煞向神来祈祷，假使若神无气嫌要用我这个器皿求伊来继续来甲小弟带领，甲来感动。神的感动是细讲这个水流啦，但是是无时无刻的。毋是讲一开始安尼做大港，甲瀑布安尼规个结果向咱定去，无，神的感动一直拢有，是长长久久的。就是互小弟感觉讲，对，这真正这是神真正的呼召。但是小弟甲太太嘛是犹原真冷静啦。小弟的太太嘛讲，我是真正想要。我是真正愿意，我是真正要将上好的献上。伊讲伊的上好就是小弟啦，就是安塞伊有这个奉献的心，但是伊感觉嘛是唔甘，嘛是想到嘛是有这个情绪，所以小弟甲太太阿母佫为着这项代志，佫向神来求一遍印证。是，即届是即个印证就是讲爱有一位团队。这个人爱是团队，伊爱直接叫你的名，伊爱知影你的名，爱叫你的名，毋是问你的意思，毋是问你的意愿，伊是爱明确的叫你去考试来做团队。这个条件佫较严厉啊！无简单。第一个条件是讲爸爸，是讲妈妈，是太太讲提起这新来伊的代志嘛，这嘛是讲爱明确是一个团队，并且爱叫你的名，施英哲叫你的名，并且叫你去考试来伊，毋是问你讲英哲，你有想要考试来伊，你佫无算，你有啥物意愿无？这个无算，无算。这说来去咧，是安怎来带领咧？过来，因为无偌久小弟即个外公啦，伊突然间即个心脏来衰竭，来带入即个家护病房，真危险
感谢神的怜悯啊，互小弟会当把握这个机会，因为阿公嘛90外岁啊。哦，安尼做灯会是，感谢主。小弟想讲啊，老大人啊，个这个心脏的问题吼，这就歹暗算的啦。是，所以小弟嘛爱把握这个机会，向阿公来报告献心的心志，对，一定要甲这个大家长甲伊报告。是，感谢神，互小弟会当把握这个机会。阿公嘛点头。阿公知影。伊知影，虽然伊迄阵已经真危险嘛啦，已经插讲啊，但是阮甲伊问讲，意识够清楚，虽然目睭亏亏，但是甲伊问话，伊拢会点头摇头安尼。对，是。就甲阿公讲啊，有即个献心的即个心志，阿公你有同意无？阿公你有为阮祈祷，你有支持无？阿公一开始压一个。过来第二届伊问了，伊就点头。就开始嘛是有情绪但是伊是点头的。小弟翁仔某得到真大的感动。过一天了后，小弟来到这个总会参加这个新训班，这个社会组社会组新学训练班。对。迄马这个是下课的啉茶泡茶开讲的时阵，这个讲员黄志新团队。伊啉茶的时阵，伊就啉一喙茶就将茶杯放落来，就我过来安尼英子，你是当时要去？你边啦，小弟真正错一个，伊就是符合小弟向神来求的印证，并且是训练当中突然讲出来，叫你赢者当时要来，你边啦，小弟就错一个，毋敢个叫做。都已经都知影做清楚的啊！吼，爱讲入院就是进入神学院来读，来做神学生，来准备做团队嘛，吼。就将跩小弟就将跩代志甲团队讲，团队就讲来啦，真明显啦，感谢主阿公嘛是迄个月底，就安休，互咱老了思念以外，还佫真侪稳定见证，小弟就想着讲，伊为小弟来挑选这个。摇阿姨的这个摇篮曲，西瓜阿公就经西瓜。你用摇篮曲，是阿公迄当阵甲你摇的时阵，甲你骗的时阵，阿公用爱军骗困的时阵，伊就唱西瓜。安尼哦，伊特别选这个赞美诗的181首。我得较真进。是这做有意义的呢。对，所以小弟细汉时阵，阿公爱着。小弟唱这首诗歌，迄几天阿公摕伫这个病床换小弟唱互伊听，唱互阿公听。是这首诗歌真正我真正迄摆唱互阿公听的时候，我嘛是厝内一直练，因为这首诗歌真正无好唱，因为节奏较无拍手就歹抓。但是这首诗歌嘛，亲像咱人生的道路共款，坎坎坷坷，亲像咱每一个人的生命共款，咱的生命拢已经起停了。咱就爱直直向天国的道路来直奔，直走。无论讲这个路上有拄着什么困难，拄着什么难阻，拄着什么款的这个挫折，咱就是爱向前行。不管咱拢爱向前行，要行这条天国的道路。就亲像阿公共款，伊保守伫主的怀内，嘛安息伫主的感谢主。所以感谢神这既然是出于神的意思，神的确有美好的带领。小弟向这个大家长阿公报告了后，得到伊的支持了后，小弟就向双方的爸母甲因讲，感谢主。你甲你两个即使爸爸妈妈讲，嘛爱甲恁太太对人对阮讲，是做因为。结了婚互你的时阵，你毋是团队你怎么要做团队？对，我无甲你骗我是10万年前就甲你讲咯。爱先甲因讲一下是，因为因嘛烦恼家己的查某囝会食苦，一定会啊，爱互因放心嘛。对，爱嘛拢真支持，感谢主，伊拢支持，感谢主。安尼上介好。得到厝内人的长辈支持了后，小弟就第3个向公司来辞职。当初还未考试呢。你都毅然决然，你都甲这真正需要勇气啦。因为小弟今年嘛37岁了，是那真正无头路嘛，是中年失业嘛，无好找头路。是，所以你已经是破釜沉舟的决心，真正是破釜沉舟。但是嘛是讲，你对神嘛是有信心啦，因为神互咱的应验既然是印证，既然是很明显啦。这代表神的一路的这个带领。对，当然嘛有团队咧。
鼓励啦吼，嘛咧注意红下啦，讲啊，你敢知咱真耶稣教会做团报考前行的记录有几遍咯？伊讲5遍，小弟就笑笑啊，心内讲我可能无这个信心，但是小弟对神体验，对神的信心就真正就感觉讲神即届就互我调。这毋是惊我的心，但是这是真正小弟对神的一个信心啦。感谢主，就真正安尼成咯。是，感谢主。所以你3月就来4级，准备考试，准备8月底考试。啊，你就报名嘛吼，3月、4月遐就报名嘛吼，8月底就来考试嘛吼，9月份就入来读册啊。是，吼，无简单。过来，真正即个咱愿意了后，咱行动了后，真正过来的脚步，神拢甲我小弟准备啊正顺利，时机嘛，同事大家嘛足祝福的。袂讲安尼讲，哇，你较工课拢放我完，做你走啊。袂，伊小弟嘛是负责任的人，伊嘛是毋敢啦，嘛这样好的人才，要离开因绝对也毋甘嘛。嘛是会啦，伊嘛讲安尼真好啊。你寻找你的人生的这个目标，伊有诶嘛真欣赏，我嘛讲你嘛足伟大，我讲无是神伟大，是伫因的角度来看，真正无共款吼。上基本的就是伫经济头顶，就是真大一个变化。对，所以对因来讲，因这就是一款的这个奉献牺牲。对，对咱来讲嘛是安尼啦。但是咱更较重要就是神的呼召。对，咱要做神互咱的工啊。就亲像小弟妈妈自细就甲小弟讲啦，咱若有神，啥物拢无亏欠；咱若无神，啥物拢无，真正啥物拢无。所以真正价值观无共。是，所以感谢神吼，小弟一辞职了后要办的代志真正神拢互小弟真拢顺利感受到神真正甲小弟同在。如今小弟嘛深信讲，这是最后所。咱天天的智慧独立精神的呼召。虽然未来或者有一寡艰苦，做传道人有一寡挑战，有一寡无简单爱面对的代志，但是小弟相信讲，这位主爱神，伊伫甲拢甲小弟同在，要引领小弟行这条天国的道路。所以主若愿意，小弟已经愿意啊。小弟相信主的稳定有够用，因为以马内利，神甲咱同在。是，感谢主，我今日真欢喜，迎着神学生愿意接受咱的这个采访，好嘛？伫空中和咱所有听众朋友见证了伊美好的这个见证，对因的家族安怎来信主，正做伫乐港街啊，伫一个受蒙福的这个家庭，这是真无简单，对遐并且咱信仰的这个传承落来，对你家己安怎来求圣灵，安怎来体会到神的带领。并且对这个骄傲到食头路到娶某拢真顺利。但是神不断的甲咱陪伴甲咱训练并且嘛，互咱有这款的这个心智。伫你2摆求这个印证当中，拢真明显，拢出于神。既然出于神，咱顺服来行，神就甲咱负责。所以这是求神来带领啦。所以伫咱节目要结束进前，就由小弟来。带领咱做伙来向天顶的神来献上咱的祈祷，请咱做伙额头闭目，同心默祷，奉主耶稣圣名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透过迎着神学生美好的这个见证，互阮听了非常的得到造就。因为主啊，伊的家族就一开始嘛毋是认捌你，但是因为无平安来认捌你，才得到平安。嘛，为因的前辈因的这个祖先的这个形象来体会到神你美好的这个恩典。主啊，伫你的竞选之下，伊嘛伫今年安尼也来读神学院咯。恳求主继续来带领迎着神学生的未来这个道路，并且嘛求神你来祝福互所有这些听众朋友，可以当就近到真耶稣教会继续来慕道查考道理。和迎着同款来担主美好的这个恩典，就亲像诗篇作诗的人安尼讲，恁爱担主因的这个滋味，便知影伊是美善的，都靠伊的人受福的。
伫提摩太后书内面嘛讲到着，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的确做贵重的器皿，正做圣洁，合乎主你来用，备办行各样的这个善事。所以恳求主继续来带领阮每一个人信仰的这个脚步，阮愿将一切恶乐荣耀颂赞，拢归到你。愿对你遐来的平安喜乐甲福气，归予你所喜爱的人。哈利路亚，阿门。亲爱的听众朋友，咱的厝边隔壁大家好的节目，伫遮要来完成了。如果你对今日节目的内容有啥物感动，有啥物要分享的，或者有啥物疑问呢，拢会当伫留言区来和阮分享问问题哦。嘛会当分享这个节目，互你的亲戚朋友哦。嘛非常欢迎你到厝边附近的真耶稣教会来做伙查考真理。愿天顶的真神赐去予你，赐你平安喜乐。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下一摆空中再会。最好的厝边，就是主耶稣，永远陪伴你身边，永远保护你，永远的朋友，就是主耶稣。无论风雨也出日，永远看顾你。伊要找你，伊要爱你，要听你祈祷的声。伊要找你，伊要爱你，要听你祈祷的声。最好的厝边，就是主耶稣，予你生命甲平安，予你得福气。耶稣要听你祈祷，要赐福气予你。